术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讲话就爱在话意，拍鼓就爱听尾声。咱来听2拍真技巧的四句联。日本时代哦，见面头一拍讲：坐轿爱在光桥东，去听爱在去听人，手臂温情是真重，忘恩背义先唔通。过去咱咧讲四句联，拢是男女间伫咧谈情说爱。这边看过，迄边去看到阿娘啊要过溪，问娘爱人啊有几个？南山的无算1万个。国情啊，你讲这足土的，毋是？国情头拄我咧讲，拍鼓爱听尾声，当然就是要对对方迄个查某囡仔讲话较开，讲较土的，讲较小道，毋则偏即个道具的话。国情啊，你头拄我咧讲这好亲像讲背后伊的话语，对，这就是印伫咧日本时代。已经太平洋战争开始啊！伊哪答应这个日本人谈台湾收集所编的台湾歌谣集内底，到底伊的内涵要讲啥？第2拍甲听来，咱综合来甲探讨。第2拍的四句联讲：我劝朋友，人劝我，趁钱唔通想虚华，出征军人情义大，咱带台湾真看我。国情啊，头拄啊迄拍咧讲爱感谢手臂情义重，即马咧讲出征的军人情义大，安尼毋着叫台湾人爱感谢日本天皇答谢帝国主义呢？对啦，伊确实有即个意思啦。毋过到底伊哪答应？伊是去民间采取真正台湾人有安尼骗，还是讲伊家己想即个道具要来教化台湾人？即马咱已经无法度了解啊。总是印伫咧册内底一个历史资料，咱即马做伙来甲探讨。第3拍继续甲听，讲非常时局的时代，即时行情爱着知，咱带台湾才自在，咧受制淫何处来？爸啊姆啊，8、90岁你过去，捌对日本时代安尼食到即当阵，体会讲迄个时阵，当咧战争的时阵。但日本天皇敢有咧敌台湾人，也是讲战争的生活真艰苦，相信讲你点滴在心头。不过确实，人当时以台湾歌谣集这本册内底，都有印这个四句联。我做一个下辈人，我甲整理出来，咱将历史的过程展开，伫所有观众朋友面头前，咱做伙来甲体会，做伙来甲感想，嘛了解过去确实有这种四句联流传到遮的资料。